个没办法取啊，我那个支架有问题啊，支架我刚刚调了个方向，但是它的画面不跟得动。yes，录音设备，外壳装，索尼那个专用的，我专门买了。About the price of my homemade. I want to buy new, but it's expensive. Maybe I need to buy DJI. Price 2,000. Let's see low, it's okay. Low even.暂时把那个套子取下来，有风的时候可以用，有风的时候可以，它是防风套子嘛。OK， 这个衣服有点小，对。Our kids, Roku. 跳全子吧，其实穿着他家乡特有的藏装嘛，对，藏装太多种了，太多种类。
手了，这个应该是比较精彩的地方，看吧。